假日小朋友体验之旅准备着。客家特色的小陶土开嘴诗，改良出轻松上手的 DIY， 也巧妙地带领大家进入客家。这小朋友，哇，小朋友就鼓掌。这个你刚才说不是不会讲话吗？对不对？透过体验式的学习，诱发认同的因子。从事文史工作的李日存极力营造客家聚落吸引外地人的氛围。通常看到陶土啊，就算是会弄脏衣服，也会觉得很有乐趣，对不对？哦，一般民众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把你衣服弄脏，我们的客家说，拍谁改你上不用。哦，这是赵安客，对不对？赵安客先就排生，感同摇咱们走嘞。哦，那通常我一定会说啊，没关系，怕没成功。那我们客家讲说，没就给。哦，赵安客，所以你说两种不同的腔调，可是听起来都各有自己的美感，对不对？陶艺只是一个切入点，伦贝乡这里保留住客家少数的赵安聚落，农业县缓和了都市发展的步调，避免了被同化的冲击。我就在这里，我才可以看到这个赵安客的这个是，你就是来这边才有机会体会这个 DIY。用入世的商业方法，企图保留文化。李日存的危机感起来有字。赵安后裔60万人，能说流利赵安腔的，只剩伦贝2轮不到1万人。他说他在帮我们就是刻墓碑，这意思说他看到我们都很感动。我常常以我是那种活化石机器。现在陶艺家开始教客家话，小小的陶艺室做基地，有着大大的使命感。排生，爱同野生，做不做嘞？唔怕冇上讲。排生，爱同野生，做不做嘞？唔怕冇上讲。